親愛嘅照顧者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將會引導你體驗一個平靜、安寧嘅時刻。希望讓你可以慢慢咁停落嚟，關愛一下自己。你可以揾一個安靜、舒適嘅地方，坐低或者瞓低都可以。如果你鍾意嘅話，坐喺度嘅朋友可以用枕頭墊一墊你個背脊，或者瞓低嘅朋友可以用一個薄嘅毛氈放喺你身體下邊，讓身體更加放鬆。錄音組嘅朋友可以慢慢跟住錄音嚟進行今次嘅練習。開始嘅時候，可以慢慢咁俾身體進入一個舒服嘅坐姿，可以選擇坐喺凳上邊，或者坐墊上邊。如果坐喺坐墊上邊，睇睇是否可以俾你嘅膝頭哥慢慢咁低過你嘅臀部，讓背部進入一個垂直、莊嚴而又舒服嘅姿勢。如果你係坐喺凳上邊嘅話，可以俾雙腿平放，腳掌放喺地板上邊，讓雙手好舒服咁樣放喺大髀或者接近你身體附近。合適嘅話，可以睇住鏡頭裏邊嘅環境。錄音組嘅朋友可以慢慢咁閉上眼睛，又或者望住前方一個固定嘅點，放鬆你嘅眼皮。當你準備好，感受佢哋同地面或者椅子嘅接觸，注意身體嘅重量，或者任何輕微嘅壓力，感受雙腳、雙手嘅感覺。而家可以將注意力帶到去腹部，感受腹部一吸一呼嘅時候，感覺有冇啲乜嘢變化？
唔需要控制自己嘅呼吸，純粹俾呼吸好自然咁樣一吸一呼。當你繼續留心身體嘅感覺，留意住一吸一呼，可能你會發現自己嘅注意力游走咗去其他嘅地方，離開咗呼吸。分心係人之常情嚟嘅，絕對唔係一個錯誤或者係失敗。當你留意到自己唔再專注喺呼吸上面，你可以停一停，留意一下思緒去咗邊度呢？然後有意識咁慢慢將個心帶返嚟腹部，再一次感受呼吸帶嚟腹部嘅感覺同埋變化。無論你分心咗幾多次，每一次只係需要知道，哦，又分咗心，然後可以好溫柔咁、堅定咁，慢慢將個心帶返去呼吸上面。讓佢又可以再一次安頓喺呼吸，安頓喺腹部，一吸一呼，不斷變化嘅身體感覺，盡可能有一份慈愛嘅心，友善嘅心，去留心住一吸一呼。
喺剩低落嚟嘅時間，可以不時咁提醒一下自己，呢個練習只係純粹讓自己可以喺當下留意到而家嘅經歷。當你準備好，我哋邀請你慢慢咁加深一下呼吸，感受空氣點樣去喚醒你嘅身體，但係仍然保留住呢一份平靜。而家我哋輕輕咁喐下我哋啲手指，喐下腳趾。如果你係合上雙眼嘅，慢慢可以打開雙眼，讓目光可以柔和咁返到嚟呢度。感謝你畀咗呢段時間，讓自己可以休息一下。希望呢一份平靜可以隨時陪伴住你喺照護嘅路程當中，支持你關愛自己同埋親人。祝你今日平安喜樂。